千百年来，街头市井流传着一个传说，无论你有什么需求，只要你能够找到第8号当铺，你都能如愿以偿。重生！快！快！再快！终于找到第8号当铺的消息了，只要能找到，就一定能救重生。重生的病，全国最有名的大夫都没有办法，万一又是骗子，该怎么办？不可能，不可能！要是骗子，陈氏早就灭亡了。我听说是10年前。传说第8号当铺能够通天地鬼神，只要付得起代价，便能拥有一切。我陈氏愿意典当一切，请您出手。3天之前，我陈氏项目工程碰到一个破庙，把它拆除以后，噩耗不断呐。从那时开始，我陈氏灾祸不断，陆续有人像是得了异症一样，先是疯癫，紧接着病倒，最后死亡，霉运不断，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庙宇镇压的是地气，你陈氏毁了庙宇，导致地气泄露，沾染因果，你陈氏必将灾祸不断，陈氏之女将一生坎坷，而男丁则是无人能活过40岁。传说只要找到第8号当铺，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代价，求你帮我陈氏逆天改命。江州4大豪门，恭请第8号当铺之主云小姐。老爷到了，这到底是真是假？是真是假，马上就知道了。你们在车上待着，我去请人。中州江氏愿付出一切代价，恳请第8号当铺之主出手。江氏可是中州顶级豪门呐。你们来的还不是时候，我与陈氏之约还有3日到期，3日后第8号当铺才能够重新开张接客。果然传言非虚，这第8号当铺确实有生力。3日，我就等他3日。都快死了，还对这个狐狸精念念不忘，就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画卷上的小姐又来了，还是跟以前一样，要我陈氏一半家产。哼，这个时候他还敢来，这个狐狸精真是贪得无厌。沾染因果，罪孽难消，这份因果不是你陈氏能够承受得起，需以身外之物做底，需你陈令山10年阳寿，外加10年期间陈氏的一半家产典当，方才能替你陈氏除灾解难。别说是10年阳寿，只要是我陈家恢复正常，就是要我这条命又何妨？煌煌天威，尊无敕令，契约立，典当成，天门现。天道法则已成，你切记，若违背此事，你陈氏将万劫不复。每年时候到了，我自会去取你陈氏一半家产。陈氏必当遵从。也不枉你一番付出，
再有3日，你陈氏便能重获新生。云小姐，请。还真是一张祸国殃民的脸，怪不得老头子会那么喜欢你，每次你来都不让我见你。距离10年期满还有最后3日，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就在……慢着，谁让你去拿了？奶奶，这是爷爷吩咐的。我还没咽气儿，陈氏还轮不到你说话。哼！你拿了我陈氏10年家产，现在他就快走了，还放不下你？放不下？老头子昏迷前嘴里还念叨着不让我们动你的画像，你说呢？10年时间太长，还请您出手，庇佑我陈家，不然我担心他们撑不下去啊！地气泄漏，因果滔天，寻常之物根本难以抵挡。将此画挂在家中，可保你家人无恙。这幅画的确不该动，因为这是他苦苦向我求来的。一旦动了这幅画，不仅他会出事，整个陈家也会跟着遭劫。整个陈家也会跟着遭劫。求来的，哼！你还真是个狐妹子！我陈氏轮得着你这狐妹子的画像来保护？你算什么东西？不让动，偏要动给你看看！哼！奶奶，我就撕了，能怎么样？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我陈氏不还好好的？你用这招来吓唬我，你还嫩了点儿。来了。真是完了！爷爷，老头子，爷爷，你怎么了？爷爷，爷爷走了。怎么会这样？难道真跟这个狐妹子说的这幅画动不得？奶奶，您的头发，头发怎么了？云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令山为保你陈氏一脉，向我求来的画像，可保陈氏不受地气的影响。如今他把画给撕了，你说结果会如何？那该怎么挽回？自作孽，无可救药。眼下距离你陈氏10年期满还有3日，这3日只要你陈氏本本分分，方可平安度过4季，也不枉费你爷爷的一番牺牲。云小姐，我先让人带你去休息，等处理完这些事情再去拜访你。管家，少爷，好生伺候。爷爷吩咐过，务必满足云小姐的一切需求。这景轩斋桃花酥、绿豆饼、桂花糕，都是当年皇家御厨的后人亲手做的，每一块都价值连城。您尝尝合不合您的胃口？这味道倒是比当年在宫廷时差了许多。宫廷？难道云小姐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那个时候的人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更何况云小姐看起来不过20多岁而已。端茶来。管家，你是聋子吗？我的燕窝粥呢？少爷让我招待贵客，不能有事。您的燕窝粥还得再等一会儿。贵客？我
我倒要看看，什么贵客这么尊贵？难不成比江州4大豪门家主还尊贵？这不是爷爷房里画上的那个女人吗？是。居然这么年轻！这茶，这不是爷爷尊贵的武术大红袍吗？不是不足2两的吗？居然拿来招待他，他算什么东西？少爷交代我，一定要拿最好的东西招待云小姐。最好的东西？他凭什么？爷爷珍贵的跟宝贝一样，平时看都不让我看一眼，居然让他喝。小姐，你要干嘛？这么尊贵的客人，我陈氏之人也应该来敬杯茶。陈氏之女陈蓉蓉给云小姐敬茶，喜欢装是吧？好，我看你这下怎么装。快！起来！你个贱人，你对我做了什么？你个狐妹子，仗着爷爷对你的偏爱，就无法无天了？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蓉蓉，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救人！起开！哥，他欺负我，你快帮我收拾他！别胡说，肯定是你惹到云小姐了。云小姐怎么可能故意伤害你？哥，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帮这个小狐狸？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爷爷刚刚走了，爸马上回来处理这事。爷爷走了？这不可能！蓉蓉，哎，小姐，快去！让云小姐见笑了。云小姐，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你是想要让我在你陈氏多留上3日，等到事了之后再离开？云小姐真乃神人也，爷爷付出了这么多代价，最后3日可不能出现任何差池，还请云小姐助我陈家度过此劫。第3日的时候，爷爷答应的条件，我将如数奉上。奶奶，您先休息。爸，我先去外面招待客人。去吧。妈，你说我陈氏这2天发生的变故跟那个女人有关，她又来索要我陈家一半的家产。要我说，就是他把爷爷克死的。他没来之前，爷爷好好的，这个狐狸精就是煞星，还想要我陈家财产。可是，这是你爷爷亲口答应的。那又怎样？现在爷爷已经死了，谁能证明？再说了，他的承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他克死我丈夫的，陈家的东西不能叫他白拿。妈，你的意思是？拿了陈家的钱，就是我陈家的人，克死了令山，就得给令山谢罪。去，把他叫出来，叫他跟你爷爷守夜。是，我这就去。妈，保重您现在的身体，万一……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我就不信了，那小三儿能有多大的本事？令山是因他而死的，就得他为令山来赎罪，看谁还来护着这狐狸精。哟，还有闲心在这喝茶呢。上次是你走运，我看这次还有谁能保你？这校服是你自己识相换上，还是我动手给你换？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去，给我按着他。小姐，少爷说有要紧事，让你赶快过去。哼，算你走运。给他换上，再把人带进去，听见没有？是。愣着干什么？去啊！云小姐到。这可是我陈家贵客，各位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校服，我明明让人给他换了校服，却落实小三之名，怎么会这样？是柔柔，你刚才说什么？没说什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云小姐地位尊贵，是爷爷走之前钦点的贵客，是我们陈氏的座上宾。云小姐，请。看到我没穿校服，你是不是很意外？刚才怎么回事？我对这位殷小姐生不出任何逆反心理，就像一尊神明一样，让我发自内心崇敬。啊？你看什么？再看把你眼珠子抠了！这个云小姐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不是在江州四大豪门办事，怎么会没见过这个小三？这个狐妹子，我跟她没完。爸，你忘了奶奶交代的事？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我就不信了，小三儿能有多大的本事？令山是因他而死的，他就得给令山赎罪。云小姐，这么多年你受我爸独宠纵容，每年拿着我陈家1半的利润，这么多年算下来也有10几个亿，这于情于理也应该送我爸一程。请吧。10几个亿，听这意思是都给了那小三？夺得他的宠爱纵容，你要我给他行礼，那你陈氏这劫怕是过不去了。陈氏劫难，这说的是什么？是啊，这不是在说小三吗？这怎么还关系到陈氏生死啊？陈氏这10年以来，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稳步青云啊！少在这妖言惑众，我陈家这些年对你可没有半点亏欠。你不愿意祭拜我爸也就算了，还在这诋毁我陈家的名誉，你究竟是何居心？毁你陈氏，坏你名声，陈令山没跟你说过吗？爸，爷爷说过。你们都给我记住，他是我们陈氏的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陈氏。若他出现，陈氏之人必须听其差遣，唯命是从。你们都记住了。我陈家这些年靠的是你爷爷一点点自己努力打拼奋斗来的，我们陈家靠的是自己，和一个外人没有一点关系。你不过就是仗着老爷子对你的宠爱，拿了我陈家这么多财富，让你拜一拜，不过分吧？你陈令山付出天大的代价，想要保你陈氏逃过此劫，可惜竹篮打水，一场皆空。你陈氏今日在劫难逃，你确定要我拜？那你可要想清楚，我这一拜的代价，你陈氏能不能承受得起？他要真有这么大的本事，还会当小三？就是仗着自己脸蛋漂亮吧？真是笑话！我还不信林小姐这一拜，这天还能塌了不成？爸，你忘记了，当时……闭嘴！我还活着呢，陈家轮不到你来做主。云小姐，请吧。这外面的天是不会塌，可你陈氏的天要塌了。我这一拜，可不只是地气泄露的因果，陈令山的10年阳寿一场皆空，怕是他在地底下知道这个结果，也会死不瞑目。你可想好了？你还在这里妖言惑众，真是恬不知耻！还要我说多少遍？请吧。
我点高香，敬神明。我这一拜，无人能受得起。我怎么这么难受？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感觉呼吸不上来了。我怎么感觉胃不舒服？难道陈氏真的担不起这一拜，会危及到我们的后人？你还是不要再拜了。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几个月前，中州顶级豪门江家发出一张照片，重金悬赏照片中人线索，凡是能够提供线索者，将千金千万；凡是能够找到照片中人者，将100亿资产。100亿？这个时候，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没有胡说八道，就是他。不信，你们看照片，还真是一模一样。这照片至少也是民国时期了，怎么可能是他？除非他长生不老。你不会拿一张做旧的照片吓唬我们吧？我要是撒谎，天打雷劈。这么看来，只要把他送给中州的江氏，我陈家就会飞黄腾达的。100亿资金的注入，足以让我陈家并肩4大家族。尹小姐，我陈氏不但死不了，还要多谢你，让我们飞黄腾达呀！爸，还愣着干什么？我们不能让这煮熟的鸭子飞了，还不动手！来人，给我拿下！江涛到！江氏可是4大豪门之一，他真的来了。重生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咱们怕是等不了了。不等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去陈氏把云小姐请回来。没想到陈氏能有幸让江董亲自来吊唁。我来这里可不是因为你陈氏。哎，江总，我知道你来是为了这个什么云小姐，我们正准备把她抓起来带给您呢。放肆！谁给你的狗胆，敢对云小姐不敬？云小姐，我儿垂危，已等不到第3日。江氏斗胆恳请云小姐，愿你重开第8号当铺，我江氏愿付出一切代价，求云小姐开恩。当铺？他们在说什么？刚刚不是说他是小三？这是什么意思啊？小三可没有这么大的牌面，让江氏来请。蓉蓉，这江氏怎么回事？难道这狐狸精会看病？爸，无论如何，江氏对这狐妹子感兴趣，只要攀上江氏这条线，我们陈氏未来不可限量。而且他每年拿我们陈家那么多钱，让他帮这点忙，他不会不帮。可是他刚才说的什么当票，不太明白。管那么多做什么？只要让他跟江氏走，江氏就欠我们人情，那可是100亿啊，爸！好，管不了那么多了。江总，你有所不知，这云小姐跟我爷爷关系莫逆，每10年都会拿我们陈家半数家产，只要我们陈家开口，她断然不敢拒绝，肯定会帮我们的。此话当真？喂，你还没听见吗？你没听见江总说的吗？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跟江总走？不知礼数，以下犯上，该打。你干什么？你每年拿我们陈家那么多钱，你但凡有点良心，就应该答应我们陈氏的请求，帮我们这一次。你还不够资格做这个主。你，他不够资格，我这个陈家家主够不够资格？你也不够。混账！老爷子不在了，我就是陈氏的掌权人，你凭什么说我不够资格？他们不够，我这个老太婆够不够？他们不够，我这个老太婆够不够？他们不够，你够。我还以为我陈氏没人治得住云小姐呢。
我与你陈氏约定的日期还有1日之约。若你陈氏今日撕毁当票，那我就可以上第8号当铺重新营业，自然可以出手帮助江氏救人。只是这代价，你陈氏承受得起吗？江氏愿意出10亿现金，不，100亿现金买这当票。100亿现金？我陈氏10年财富也不过10几亿，这可是100亿现金，这不仅能让我陈氏付出的一切一次性拿回来，还能大赚一笔啊！奶奶，你这狐妹子，说的是天花乱坠，不过是吓唬人罢了，还真以为我陈氏是被吓大的。今后就靠江董多多照顾了。自然好说。还愣着干什么？拿来吧。你确定？笑话，不知道哪来的一张当票，还真以为能决定我陈氏的生死。一个狐狸精敢在我陈氏面前作威作福，你看着我陈氏毁不毁得起这张当票。10年前，你陈氏拆毁镇压地气的庙宇，导致地气泄漏，沾染因果。从那之后，你陈氏就一直灾祸不断。你丈夫用自己的10年阳寿，外加10年间陈氏的1半家产作为典当，保你陈氏平安，更是在天门之下立下此约定。你此刻要撕毁的不仅仅是当票，而是你丈夫辛辛苦苦才得以保全的陈氏一族。说的跟真的一样。奶奶，要我说，她就是装模作样。如今我陈氏越做越强，无论投资跟产业链营收都在稳步增长。她要是一句话就能让我陈家家破人亡，那她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家那些财产？奶奶，柔柔，你们忘记爷爷的嘱托了吗？奶奶，你可别相信这狐妹子，爷爷一定是被她蛊惑的，你可不能相信她。你说的对，若是我陈氏能得这100亿财富，足以成为江州第5大豪门，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绝不容许错过。奶奶，快死！别死！第8号当铺乃是天地契约，一旦撕毁，将遭天道遗弃，万劫不复。10年打水一场空，你陈氏必将灭亡。你可想好了？危言耸听！你说我撕了你的话，我陈氏会出事？哼！现在我陈氏我还好好的，我敢撕你的话，就敢撕这个当票。代价，哼！我倒要看，能让我陈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票好像落地之后就消失了。不好了，我们祠堂的牌位全倒了！这难道真的是天谴来了？难道说真的有天谴？云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陈氏真的要灭亡啊！爸，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我看这就是个小地震，这地震过后，我陈家能发生什么？陵墓位应该也是因为地震才掉下去的。对，你说的对，就是这样。奶奶，你不应该撕的，那是爷爷的心血。你还在替他说话，我就撕了，怎么着？刚才的地震就是你说的天谴，天谴何在啊？这说明上天不愿意惩罚我们陈家，证明上天赞同我陈家的做法。爸，你怎么了？爸，看到了吗？天谴来了！天谴？我根本不信什么天谴，一定是你这个狐狸精耍的什么下作的手段！你的那个什么
当票是我撕毁的，即使是有天谴，也该冲着我来呀！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天谴呢？哼，让你所说的那个天谴出来看看呀！哈哈哈哈哈！奶奶！奶奶！死了！这太邪门了！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被雷劈死了，这陈家不会真的要遭天谴了吧？你为什么不听爷爷的嘱托？爷爷的吩咐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不相信啊？怎么会这样？妈就这么走了？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当年我陈家议政，妈都挺过来了，怎么今天突然就被雷给劈死了？不可能，不可能，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爸，你头发……头发？我头发怎么了？你头发怎么白了？哥，你快想想办法，我还不想死。袁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陈氏撕毁当票，眼下报应来了。陈明斗胆，求云小姐救救我奶奶跟我爸，陈氏愿付出任何代价，求求你救救陈氏。晚了，晚了。但凡你奶奶方才稍留一线，都可保你陈氏平安度过此劫。我一再劝阻，她却执意撕毁当票。眼下你们陈氏被天道遗弃，10年前的灾祸会在陈氏再度延续，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氏好自为之。别死！第8号当铺乃天地契约，一旦撕毁，将遭天道遗弃，万劫不复。10年打水，一场皆空，你陈氏终将灭亡。你可想好？奶奶撕毁当票，也就代表着合约结束，这些灾厄才会在陈家蔓延，所以奶奶才会出事。接下来就是我们陈氏众人了。不会的，不可能的，我陈氏绝对不可能有事。巧合，这一定是巧合。爸，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啊？你陈氏沾染了地气的因果，男丁无人能活过40岁，你余下的寿命还有10日，整个陈氏也会由盛转衰，尔等好自为之。不要，我不想我爸死，求求你救救陈氏，求求你，云小姐，求你别放弃陈氏，保佑陈氏。我们陈氏知错了，再给陈氏一次机会吧。机会被你们自己毁了。我本无意与你们计较，可你们却一再辱我是你陈氏小三，拿你陈氏钱财，简直可笑至极。爸，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云小姐磕头认错？她在那出手，给你一次机会。你让我给她一个小三认罪，当场这么多人，我陈东升不要面子吗？以后我还怎么当陈氏的掌权人？爸，你没听见云小姐刚才说的吗？你只有10天的寿命了。爸，你不能行礼，而他也不能走，你给我站住！这10年来，你拿了我陈家那么多家产，现在想一走了之了？识相的，你把我爸和我奶奶治好，不然我陈家不会放过你。你陈氏男丁活不过40岁，你当真以为陈氏女眷就没有任何代价吗？你对我们陈氏做了什么？10年前，陈令山不惜用10年阳寿和整个陈家的1半家产，为他的后代逆天改命。可现在因为你们，这一切全都毁了。10年前的因果报应也要来了。什么狗屁因果？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别忘了，这10年你拿了我陈氏半数家产。说的也是，既然当票已毁，那这些东西也该还给你们了。拦住他！别让他走了！
今天你不把我陈氏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你休想走出这个门！别想拦我，也不看你陈氏算个什么东西。云小姐，江总，夫人电话。重生，重生，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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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快！重生怎么了？重生又在吐黑血了。医生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重生要是有个3成2死，我也活不下去了。你别着急，先听我说，他们陈家撕毁了契约，出事了。你的意思是说，陈氏遭了报应，陈老太太一夜暴毙，陈东升一夜之间头发花白，是因为陈老太太撕毁了和云小姐的当票？没错，据我了解，陈氏的当票是10年前，程令山用10年寿命和陈氏10年的财富才换来的，如今被撕毁，他们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遭了报应了。这云小姐确实是有通天彻地的修为，我问她了，她没说治不了，现在只说跟陈氏有约定，但是现在陈氏已经撕毁约定，我们的机会来了。那你还不快把云小姐请回来？你放心，不惜一切代价，我也会把云小姐请回去，重生一定能被治好。好。完了，我们陈氏全完了！你们是疯了吗？忘记爷爷说的话了吗？为什么不听？爷爷这些年的付出全没了，我们怎么办？你说我们怎么办？我真的做错了吗？我做错了什么？妈做错了什么？花了我陈家这么多钱，让她为我陈家做点小事儿，委屈她了吗？她把我陈家害成这样，她才是我陈家的千古罪人。我不信我活不过10天，我也不信我陈氏会灭亡。可是奶奶刚刚已经死在我们面前了。巧合，这一定是巧合。每一年都有雷劈死人的事件发生。至于咱们的灵堂，那很有可能就是工人他疏忽了。爸，你为什么还是执迷不悟？执迷不悟？我执迷不悟？我陈氏如日中天，怎么可能因为他3言2语就能让我陈氏亡了？我不信。陈令山，你陈氏的命改不了了。你妻子撕毁当票，我们的约定就此作废。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声音好像是风声。不管了，陈氏集团真正让我看到了云小姐的实力，只要能请到云小姐，重生就有救。走。云小姐，云小姐，陈氏主动撕毁了当票，就说明结束了回合，那么第8号当铺就可以重新营业。我江诗苑付出一切代价，请云小姐出手。请云小姐出手。第8号当铺的确可以重新营业，只是第8号当铺等价交换，这代价你江家承受得起吗？只要能救我儿，我愿承受一切代价。还真是爱子情深。好，那我就陪你走一遭。云小姐，请。什么？他愿意出手，要我出门去迎接？只要我儿能恢复，别说是出门迎接他，就是给他跪下都可以。你俩随我出门迎接云小姐。这云小姐神力通天，说不定真的能治好你弟弟。在治好你弟弟之前，你们2个不许得罪云小姐。这高人水平不知道怎么样，架子倒是不小，还得我们亲自在门口迎接。听说爸为此还花了100亿现金，我看他就是个骗子。如果他真能救重生，别说亲自迎接，他让我下跪都可以。吹得神乎其神，你弟弟的情况，那么多专家来看都看不出任何毛病。他能有这种本事，除非他是神仙。闭嘴！云小姐马上就要到了。
云小姐来了。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神棍。恭迎云小姐。好漂亮！我竟然生不出任何亵渎的念头。云小姐，请。乌鸦头上过，天灾必有祸。怪不得你姜氏这么着急跟第8号当铺做交易。乌鸦当头，黑云聚顶，你姜氏之子在劫难逃。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弟他只是生病，他又不是死了。闭嘴！既然你们不信我，那也没有同第8号当铺交易的必要。于小姐，于小姐，你要害死你弟弟了！于小姐，我女儿她只是心疼弟弟，她并没有恶意啊。还望于小姐不要在意。云小姐，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吧，他还那么年轻，他可不能出事啊！云小姐，第8号当铺，代价等价交换，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这代价，你姜氏承受得起吗？姜氏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求云小姐出手。3日来简直是度日如年。我儿前几日突然变得特别嗜睡，一天睡20个小时，医生也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来。难道要看着我的儿子这么下去等死吗？唉，我儿子的腿已经瘫痪10年了，若是给机会，我求求你们让给我啊！我不能眼睁睁再看着我儿子这样下去。我也求求你们让给我吧。那陈令山怎么就那么好命？竟然在10年前，就找到虚无缥缈的第8号当铺。怎么会这样？什么情况？陈家老太太张秀华被雷给劈死了啊！一场葬礼变得一片狼藉。云小姐怎么会这样？难不成云小姐和那8号当铺全是假的？陈氏背信弃义，撕毁了与云一之间的当票，才导致天谴。你去哪儿？等等我！你这老狐狸，还没说云小姐去哪儿呢！这陈氏后人撕毁了陈令山和第8号当铺的约定，怕是倒大霉了。陈总，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已经让人封锁了消息了，绝对不会流传出去。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陈氏之人是否像他说的那样，还不快给我滚！医生，这体检报告怎么说？一切正常。我就说那个狐妹子吓唬人吧。要我说，爷爷、奶奶还有地震的事，都是吓唬人的。这狐妹子哪有那么大本事啊？爸，蓉蓉，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云小姐的能力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哥，这体检报告你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你不相信科学，反而相信那个狐妹子，难不成你也被她蛊惑了？爸，闭嘴！有了姜氏资金的注入，这一切都值了。资金转入的第一时间，我就投资到了能源领域。这几年，我们陈家在能源领域一直走势极佳。有了这100亿资金的注入，陈家定会在短时间之内成为江州第5大家族。想我陈家这10几年都顺风顺水，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现在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我还真不信他有这么大的能力，能让我们陈家完蛋。一定是来给我们道喜的。完了，陈总，我们完了！什么完了？
说清楚。我们投资的能源领域突然爆雷，对方卷款跑路了，上边正在追缴清算，我们的投资血本无归了。血本无归！医生，我爸怎么样了？暂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情绪不能再大起大落了，否则真的会出问题。怎么会这样？我们在能源领域一直都很顺利，怎么今天突然就完了？奶奶，爷爷之死，还有地震的事，我陈氏现在正在暴雷，难道这一切不是巧合？难道上天真的要亡我们陈氏吗？不会的，我不信，这只是巧合。爷爷和你奶奶的突然暴毙就是意外，投资也难免会有失败。至于地震，难不成你们也认为他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爸，你看清楚，新闻播报说刚才江州没有地震发生，你还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天若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你们就听我一次吧。怎么了？家里不知道怎么回事，接连有人病倒。有病你去找医生，你找我干什么？爸，到现在你还冥顽不灵。我们陈家之前一帆风顺，是因为爷爷跟云小姐的协议，现在云小姐跟我们陈氏一刀两断，所以这些抱怨才会接踵而至啊！爸，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们陈家完蛋吗？你给我闭嘴！我说过，这些只是巧合。就算能源领域出了问题，又能怎么样？陈家的根基是房地产，只要房地产不倒，我陈家就不会死。我还真就不信，他一个狐狸精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凭他一句话，就能让我陈家完蛋。又怎么了？我们的楼盘突然塌方，10人失踪，100人受伤，他们跟我们陈氏取消了一切合作，我们陈氏完了。爸，怎么会这样？难道真的像那个狐妹子说的，死灰荡飘，天道一气，万劫不复？哥，我们陈家是不是真的要完了？我说了无数次了，可是你们一次都不听。儿子，蓉蓉，你们在吗？爸，我在这儿。我也在。天怎么一下子这么黑了？你们为什么不开灯啊？爸，你在说什么？天是亮着的呀。胡说！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你们是不是骗我？我是不是瞎了？一定是你们骗我的。对，是你们骗我的。为什么不开灯？为什么不开灯？爸，刚才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瞎了？一定是你们骗我，不可能，我不会瞎的。你们骗我，你们骗我，老公，我不会瞎的。我爸爸突然看不到了，你快来看看。你们没开灯。我们离婚吧，我怕被你们陈家给拖累死，连云小姐都敢得罪，你们陈氏真的是自寻死路。你们没开灯，我不会瞎的。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快想想办法啊！爸也知道错了，爸知道错了，报应，这都是我陈家的报应。别这样。可是儿子，爸不能有事儿，陈家更不能有事儿。快去，你快去找云小姐。只要云小姐在，我陈家就还有希望。就当爸。就当爸求你了，爸求求你了，求你了！爸，你别这样，我一定去，我知道了。啊，看看这儿的每一幅画都是花大价钱请回来的，怎么样？没见过吧？
是没见过挂这么多假画在家里的。假画？假的？我告诉你，这里每一件真品都是经过大师验证的。你说它是假的，难不成你见过真的啊？这一幅，这是张大千先生亲自画的《千里江山图》，你敢说它是假的？真的倒是真的，不过这不是他画的最好的那个。你这话说的好像你见过他画的最好的一样。就在第8号当铺里，是他亲自来找我典当的，说是为了什么夜宴图。你没事吧？胡说八道！张大千先生亲自典当。我看他走的时候，你没出声吧？够了！你给我闭嘴！云小姐，这边请。还是先看看我儿子的情况吧。注意你的态度。我看他就是一个骗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少说两句吧。如果他真的能救重生，他就是我们家的恩人。但如果他救不了，在江家招摇撞骗，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少爷，少爷！重生！云小姐，快救救我儿子！重生！你们江氏最近有人结婚？云小姐真是神了，这都算得出来？这还用算？爸，我们结婚的事儿，整个江城人尽皆知，是个人都知道的事儿。再说了，他现在的情况跟我们结婚有关？爸，什么年代了，这种屁话你也信？你可别上他当啊！结婚自然没事，只是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哼，那你倒说说，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追本溯源，溯回。人生苦短，生死无常，诸君避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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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前面办丧事的跟我们撞了，真他妈晦气，让他们滚蛋！是，今天可是你姐出嫁的日子，耽误了时辰，他们担当得起吗？重生，你去处理一下。好。自古红白相遇，红事必让。今天该你们让。你们知道结婚人是谁吗？错过时辰，担得起吗？今天不管是谁，都不能让我娘的棺材落地。江少，今天是我姐大喜的日子，不想多动干戈。这卡里有10万块钱，还请你们让让。按照规矩，是你们让。妈的，少爷给你们好脸，你们不要！兄弟们，上！你们，去！哎呀！低手！重生，快上车，要不然错过时辰了。云小姐，
你打算怎么救重生啊？我们江家全部的希望可都在你身上了。你儿子冲了煞气，这一劫第8号当铺能解，只是所需要的代价也非比寻常。能解就行，不管是我江家有的还是没有的，只要云小姐需要，我都能办到。此劫若想解，关键就在你们2人身上。我们？你一会儿说重生现在的情况跟我们有关，一会儿又说能解的关键在我们身上。重生变成这个样子，又不是我们害的。哎，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看你啊，你就是胡说八道，你还去喷人。云小姐，你要去哪儿啊？既然你们不信我，那这一劫第8号当铺解不了。信，肯定信啊！云小姐的神仙手段，我是亲眼见过的呀，怎么可能不信啊？云小姐，刚才我丈夫说话确实有些冲动了，我代他给你道歉。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算我求您了，你救救我弟弟，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会愿意的。走，你让他走。过来道歉。道歉。对不起。你看，此劫若想解，你们需随我去一个地方。好。老爷，江州张氏王氏李氏登门拜访，想见老爷。这江州4大豪门，他们每一家都是一方巨擎，在各个领域都是独当一面的存在。他们这次登门拜访，那岂不是有求于我们江氏？你真以为这几只老狐狸是来求我的？你觉得他们是为了我江家？他们完全是因为云小姐才来的。他们有求于他？爸，你没搞错吧？搞错个屁！云逸小姐的神仙手段，我是亲眼目睹的，绝不可能搞错。这几只老狐狸反应倒是快啊！我刚把云逸小姐请过来，他们就嗅着味道粘上来了。夫人，你马上和云小姐去处理重生的事情，务必要听从云小姐的一切安排。这几个老狐狸，绝不能让他们掺和进来。于小姐，我们去哪儿？备车。这茶打发要饭的吧？不知道几位大驾光临，招待不周。哟，赶紧去把我斟茶的好茶拿过来，招待几位啊！茶就不必了，我们来可不是为了你们家那点茶叶的。李江涛也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几位来的目的，难道不是和我这个老朋友叙叙旧吗？江涛，少给我们打马虎眼，我们几个是为了云小姐来的。那陈家老太不尊重云小姐，撕毁了当票，毁掉了他们的协议，而你趁机截胡，将云小姐请了回来。第8号当铺的事情传得神乎其神，你们几位真信啊？我反正不信。你真以为天下就你江涛一个精的？我们都是傻子。陈家在毁掉合作之后，天谴随即而至，陈氏老太被当场劈死，陈家所有合作都被断绝。据说陈氏的长子到现在还双眼失明。江涛，今天咱们把话说明白了，你休想一个人独占。你要是不让云小姐出来见我们，我们可就不走了。那可真是不巧了，云小姐已经出门了呀。云小姐出门了是吧？哼，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云小姐回来。哈哈，我真就不走了。
我也不走了。那我也不走了。哎呀，你看看你们几位啊，江州的4大豪门的掌权人，这赖着我江氏不走了，跟小孩子一样，传出去不要名声了。名声管个屁用！要是能请来云小姐，我不要名声了。我李家也是，还有我张氏都一样。这已经1个多小时了，我们还得多久啊？我看他呀，不是来给重生治病的，他是来当祖宗的吧？你少说2句吧，没听到爸说吗？现在不能得罪云小姐。云小姐，我们还有多久到？到了。你他妈怎么开车的？前面车突然急刹车，我也没办法呀。还真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啊！来，妈，没事吧？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带我们折腾1个多小时，就是为了来这种地方？行，我倒要看看这有什么让我们折腾这么长时间。我倒要看看这究竟有什么让我们费这么大功夫来这儿。开门！怎么是你啊？怎么是你？江家人，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们。你认识我们？江州江氏，我娘的葬礼就是被你们给毁掉的。你们江家的每一张脸，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是来赔罪的。他们结婚冲撞了你娘的丧事，沾染了煞气。现在江重生危在旦夕，就是要他们的谅解是吧？没问题。你这样，咱也别浪费时间了，说个数。我不要你的臭钱！姑娘，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肯定努力做到。对啊，我求你了，救救我弟弟吧。好，那我就给你们这个机会。这是让我们干嘛？哎，等会儿我。带我们来这儿干嘛？真晦气！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结婚，我祝你们新婚快乐。按咱江州的规矩，红白相遇，红是要让路。你们冲撞了我娘的遗像，棺材落地，我要你们给我娘点香认错。什么？你让我们给她认错？不可能！那请你们出去吧。我上，我上。只要我的重生能够好起来，别说是上香，就是跟你磕头也是可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女儿和女婿新婚不懂事，不小心冲撞了你。我真心的向你道歉，并且愿意重新出钱为你修葺宅邸。只要你能原谅我，只要能救我弟弟，我也愿意。是我结婚不懂礼数，冲撞了您，我认错。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不管您女儿有什么样的要求，只要我能做到，绝不拒绝。到你了。愣着干嘛呀？上香！快！你是怕江重生好了，江家的财产落不到你头上吗？胡说八道什么？啊！快啊！你干什么呢？你丢不丢人啊？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那照片里的动静，你们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啊？你说什么呢？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不，那么逼真，不可能是幻觉。我知道了，是不是你们动的手脚？是不是？肯定是你们。文宇，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不想让重生好起来？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其实……那你还愣着干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哼。现在你满意了吗？嗯。天地旋律，应变无停。驱邪附魅，吐秽除分，三魂元九，破无丧清，万法尊无，煞气散。少爷醒了，你在这照顾，我去请医生。好。老爷，怎么了？火急火燎的。少爷醒了。什么？你愣着干嘛？叫医生去啊！好。保下来几位，我还有急事，恕不奉陪。哎，不对呀，我记得你儿子不是感染了什么冠病不清醒吗？之前分析那么多手段都没查出原因。哎呀，没时间跟你解释。难道说这是云小姐的手段？看看去。喂，什么？什么？爸，我到底是怎么了？还有两位叔伯，你们怎么也在这里？你现在没事，快！奇怪，这种情况真是见所未见。楚师到底怎么了？你别傻了，这你说话。少爷现在身体除了虚弱以外，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你是说，我儿子痊愈了？好，爸，天佑我江家，我儿子终于好了。爸，没事了，没事了，你别愣着。去马上告诉夫人，就说少爷好了，就说医生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了，快去，快去！是。什么？你是说咱儿子醒了，重生，一切恢复正常了？云小姐，真的谢谢你了，要不是云小姐，咱可真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我可真接受不了那样的结果呀。是啊，云小姐。谢谢你救了我弟弟，现在高兴还太早，事情还没完。云小姐，还有什么条件？
你有病吧？你疯了？干嘛呀？第一，除赵文宇、江雨柔外，江氏一族需斋戒3年，虔诚忏悔。第二，赵文宇、江雨柔需苦修5年，这5年不得动用江氏1分钱，不得跟江氏有任何关联。第三，赵文宇、江雨柔每年需向第8号当铺提供现金50万。第四，江氏一族赔偿李家800万，并负责给李家立碑。云小姐，这赔偿的事儿咱们好商量，可这立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和李家非亲非故的，不太合适吧？这至于其他的条例，更是有些夸张。要么云小姐还是通融通融。是啊，云小姐，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要我说，他就是在招摇撞骗。先不说重生恢复健康跟他有没有关系，医生可都说了，现在一切都好，也就是说，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了。哎，刚才还想让我们给你赔礼道歉，你怎么想的？现在还想要要挟我？真当我们江氏是好欺负不成？我们是傻子吗？别说了，你那些鬼套路，我们江氏不奉陪了。反正现在重生都已经好了，想要挟我们，没门儿！赵文宇，你疯了吧？妈，小柔，我们走，走了，走了，走了。我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你是好人，但还是上了他们的当。我上了他们的当。这些你收好，明日他们自然会求到你面前。重生，重生，你恢复正常了，太好了，可担心死母亲了。重生，你没事真是太好了。重生，你没事就好，我跟你姐都担心坏了。云小姐呢？她怎么不在这儿？她去哪儿了？说话！她怎么不在这儿？去哪儿了？对呀，你哑巴了，赶紧说啊！我来解释吧。云小姐没跟我们一块回来，我看她就是个骗子。重生恢复的时候，她还在几十公里之外，难不成她在几十公里之外就能知道重生的生死？你懂个屁！陈氏他们家是我亲眼目睹所见，不可能有假。人已经走了，你也别这么生气啊。爸，这事你真怪不了文宇，要怪就怪云小姐提出来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先不说她让我们全家斋戒赎罪，她还让我跟文宇脱离江家。最过分的是，她竟然让我们给别人家立碑，凭什么呀？你们干的都是什么事儿？现在重生已经恢复正常了，咱们也不用他了。就让这事儿过去吧。爸，我看那陈氏就是个大骗子。云小姐，陈氏陈明，求云小姐救救陈氏，要不然陈氏就真完了。原谅陈氏，再救陈氏一次，不然陈氏就真完了。陈氏怎么来了？他陈氏不尊重云小姐，他还不听劝告，撕毁了当票。陈氏现在遭了劫难，陈氏老太太撕毁当票，当场被雷劈死，产业也是一落千丈。听说那陈东升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了。云小姐不在这儿，我帮不了你。那陈氏就真完了，求求江董帮帮我吧。当初的决定是你们陈氏自己定下的，在我看来，都是你们陈氏咎由自取。云小姐不在江氏，你们回去吧。撕毁当票，被雷劈了。你现在知道害怕了啊？你干的都是什么糊涂事儿啊？江氏被你害惨了。爸，陈氏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他们毁了之前的约定。我们又没有立下约定，又怎么可能会受到牵连呢？
儿，你怎么了？现在怎么会这样？都是你害的！你不是说双方没有约定吗？那重生怎么会痊愈？你这个废物，僵尸的机会被你毁了！爸，你别再打他了，就算把他打死了，现在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对，云小姐，去找云小姐。爸，跟我们一起去。如果云小姐要是不原谅你，你就给我滚出僵尸，一分钱你也混不到。走。这一次不能被他给抢先了。哥，怎么样了？你一定请来云小姐了，对不对？我们陈氏有救了，对不对？云小姐不在僵尸，我也没找到云小姐。怎么会这样？云小姐不是被僵尸请走了吗？怎么会不在？是不是僵尸把她藏起来了？对，一定是这样。难道上天真的要亡我们陈家吗？怎么会这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错得太彻底了，我不应该答应。儿子，儿子，你再去找找，一定能找到云小姐的。找？你现在让我怎么找？爸，我说的清清楚楚，要听爷爷的，你为什么不听？现在好了，爷爷一辈子的心血都没了，永远的霉运已经开始不断了，你也开始应验了。接下来，我们陈氏一起等死吧！怪我，都怪我，这一切都怪我，是我有眼无珠，训斥了云小姐，是我不应该纵容妈，苛刻的去对待云小姐，一切都怪我呀！你们谁是刘刚家属？刚才他意外发生车祸，急需家属签字。看吧，不只是陈氏，连跟陈氏有关联的人都开始应验了。你们现在相信了，可是晚了。你们现在相信了，可是晚了。第8号当铺乃天地契约，一旦撕毁，将遭天道遗弃，万劫不复。10年打水，一场皆空，你陈氏终将灭亡。你可想好？危言耸听！你说我撕了你的话，我陈氏会出事？现在我陈氏我还好好的，我敢撕你的话，就敢撕这当票，代价，我倒要看看，能让我陈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票，对，只要我们找到当票，把它拼凑到一起，我们陈家就还有救，一定会有救的。爸，已经晚了。云小姐的当票在落地之后就散发着金光消失了，已经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刘刚刚已经应验了，爸爸眼睛看不见，头发也白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轮到我们了？我不想死，哥，你快想想办法。想办法？事到如今，我怎么想办法？我一次又一次劝说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说的？现在知道错了，后悔了，还有用吗？怪我，一切都怪我，是我错失了真神，是我一直逼着云小姐承认自己是小三的身份。云小姐是什么样的人物？怎么可能会是爸的小三？我还一直认为云小姐是贪图我陈家的财产，要是没有云小姐，就没有我陈家的今天。当票，对，第8号当铺，快带我去！我要亲自给云小姐磕头赔罪，请求云小姐的原谅，
再给我陈家一次机会，快带我去！哎，真累啊！是啊。第8号当铺，什么东西啊？傻呀，当铺肯定是当东西的吧？我知道，这什么年代了，谁来这种地方？嘿，哎，门口在那儿啊。今天晚上咱们去那儿安营扎寨，这晚上再说。行，走。哎，这不是江州秦家吗？秦家，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还有张家，那是王家吗？4大豪门齐聚于此，就为了这第8号当铺。江州张氏、李氏、秦氏，听说8号当铺之主能力通神，特来拜见8号当铺之主云小姐，请云小姐重收进当铺，给我等一个机会。一个小小的当铺，能让4大豪门齐聚于此？不，还没看到江氏呢。哎，你看啊，江州江氏也来了。这当铺的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停车！停车！我告诉你，如果你得不到云小姐的原谅，你就给我滚出江氏！爸，这事也不能全怪文宇，谁知道那云小姐脾气那么大。再说了，你都花了100亿资产了，她这么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啊。对呀，你也别这么生气了。你还有脸说？我当初怎么嘱咐你的，让你务必听从云小姐的安排，你是怎么做的？你是不知道咱们儿子的处境吗？你想让重生死啊？重生要是有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你还知道啊？爸，一会儿我们去道个歉就好了。我们江氏给他道歉，够给他面子了。他就是故作清高，惯的。面子？你跟我聊面子？你知道云小姐我是怎么请过来的？100亿！我花了100亿的现金，我当众给人家下跪才换来的这次机会，你面子有那么大吗？爸，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就是太给他面子，给他惯的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了，都摆谱了。爸，在第8号当铺门口的人有点眼熟啊。什么眼熟？那不是跟我们江氏齐名的江州4大豪门家主吗？他们怎么都跪在8号当铺？那不是跟我江氏齐名的江州4大豪门家主吗？他们怎么都跪在第8号当铺呢？这到底怎么回事？那是因为第8号当铺有逆天改命的机会，所以江州4大豪门才求到这儿。现在还没看出来你猪脑子呀！我告诉你，如果云小姐不原谅江氏，你就自己滚！爸，看到你等诚心，这重开第8号当铺的生意，就给予你们4人日行一善。日行一善？云小姐，你不会在跟我开玩笑吧？日行一善，你儿双腿自可康复，信不信你回去一试便知。多行善事，不失善财，这样就够了。云小姐，就是这样简单的要求，难道不需要向你的8号当铺支付什么代价吗？比如钱财？钱财本就是身外之物，又何须在乎？云小姐，江氏之人惹怒云小姐，对云小姐不敬，还望云小姐赎罪，再给孩子一次机会。给过你机会，是你江氏自己放弃的，有任何结果也是你江氏咎由自取。都是你这个狗东西，你害了江氏。云小姐，江氏对你不敬，我江涛愿意一力承担。您在救我儿一命，看在我儿年幼，愿给他一次机会，救他一命。我也知道错了，还请云小姐出手。请云小姐出手。
这老狐狸聪明了一辈子，却还是作茧自缚，把摆在面前的机会给浪费掉了。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对，这当票现在可是等于我儿子的命啊！云小姐在这儿是吧？是我陈氏愧对云小姐的大恩大德，如今陈氏危在旦夕，还请云小姐能够顾及旧情，给我陈氏一线生机。爸，不是这儿。爸，云小姐。本来得云小姐相助，她陈家本该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可是她陈家之人真是有眼无珠，不知真神，亲手把云小姐送走，如今落下这个下场，简直是咎由自取。爸，不是这儿。爸，陈氏陈明，携父陈东升，妹陈蓉蓉，特带百年人参、天池山灵泉、昆仑灵玉，来向云小姐赔罪，还请云小姐不计前嫌，助我陈氏度过此劫。还请云小姐助我陈氏度过此劫。哥，怎么没声音啊？为什么没有声音啊？怎么会这样？云小姐，你听到了吗？我们都已经下跪赔罪了，你还不原谅我陈氏吗？你究竟想怎样？非要我们陈氏灭亡吗？好，既然你不给我陈氏活的机会，那我就跟你拼了！爸！爸！你到底要我们怎么样？我们陈氏已经知道错了，你还要我们怎么样？你陈氏不是知道现在错，而是知道现在快死了，现在才着急，才慌张。就凭几件礼物，再加上下个跪，就能这么容易请到云小姐，那我们还何必如此大费周章？你闭嘴！你算什么东西？不只是我们，你看那边。江氏，江董，只是误会，我是一时情急，没有别的意思。你口中算什么东西的四大家族，加上中州江氏，齐聚于此，就是为了请云小姐出手相助。你觉得一个简单的下跪和你所谓的那些东西就能换来云小姐出手相助？那我们何必等到现在？4个人，每一个人出手都能在江州掀起一场风暴，就是为了让这个狐妹子出手，这怎么可能？是我错了，是我陈氏错得太彻底，一步错，步步错，都怪我呀！是天要亡我陈氏。云小姐，你真的忍心看我们陈家灭亡吗？人生跌宕，沧海浮生，机会摆在你陈氏面前，是你们陈氏亲手毁掉的机会。现在一切都是你们陈氏咎由自取。我们第8号当铺不会再做你陈氏的生意，只可惜陈令山的念想。我爸的念想，那是什么样的？我好像听见我爸的声音了。你陈氏毁了庙宇，导致地气泄漏，沾染因果，你陈氏必将灾祸不断，陈氏之女将一生坎坷，而男丁则是无人能活过40岁。传说只要找到第8号当铺，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代价，求你帮我陈氏逆天改命。沾染因果，罪孽难消，这份因果不是你陈氏能够承受得起的，需以身外之物做底，需你陈令山10年阳寿，外加10年期间陈氏的1半家产典当，方才能助你成事，除灾免难。别说是10年阳寿，只要是我陈家恢复正常，就是要我这条命又何妨？煌煌天威，尊无敕令，契约立，典当成。
天门线。天道法则已成，你切记，若违背此事，你陈氏将万劫不复。每年时候到了，我自会去取你陈氏一半家产。陈氏必当遵从。10年时间太长，还请您出手，庇佑我陈家，不然我担心他们撑不下去啊。地气泄漏，因果滔天，寻常之物根本难以抵挡。将此话挂在家中，可保你家人无恙。原来如此，是我和妈不听劝阻，毁了陈氏，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亲手毁了陈氏。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啊！怪不得我陈氏本遭一场大劫，却能化险为夷，还能一飞冲天。原来原因就在于此，是你们的爷爷付出的滔天的代价，才换来这第8号当铺的当票。可是是我亲手毁了这一切，是我悔不该当初。当年爷爷能在当铺门口长跪不起，跟云小姐换来协议，我陈明今日也能。不求云小姐能助我陈氏再现辉煌，但求云小姐能保佑陈氏平安顺遂。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我的命。哥，我知你心意已决，也知你的算盘。罢了罢了，我这第8号当铺还缺一个扫地的，你可愿意？你陈氏之后与富贵无缘，却能健康平安，你可愿意？多谢云小姐成全。哥，你怎么能屈尊当一个扫地的？这不是欺负人吗？欺负人？你到现在还没明白，云小姐愿意跟陈氏交易，是天大的好处。不是跟陈氏，而是跟你。从此以后，你不是陈氏之人，而是第8号当铺的一个伙计，明白了吗？我能看见了。多谢云小姐，谢云小姐保陈氏一脉。爸，妹，以后你就本本分分的，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能温饱果腹；算不上富足，也能安安稳稳。哥，那你呢？以后我就是第8号当铺的一个伙计，你们保重。你们还犹豫什么？不知道这是天大的好处吗？什么天大的好处？你在说什么？我哥可是给人打杂的。陈氏还真是不知好歹，第8号当铺能力通神，能是一般的地方吗？能在这里打杂，连我们都求之不得，这是你们陈氏的一桩造化。是啊，他说的对，我们不要太影响你哥了。走。于小姐，我江氏愿意付出一切，我江涛也可以成为伙计，只求您怜悯我江氏独子，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救他一命。于小姐怎么说？云小姐说，第8号当铺做生意要凭当票，之前已经给过你们了。要想做这个生意救回你儿子，就把当票给拿回来。松口了，终于松口了。
重生有救了。大彪，大彪的，大彪的，大彪让我撕了。王八蛋！我江氏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置重生于死地？那我儿岂不是没救了？啊，重生还有救！有救！你想想，陈氏他们当票是落地之后消失了，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当票被文宇撕了之后，他没有消失，所以说只要我们找到当票，重生就有救。那还愣着干什么？去找当票！对。凑上去看热闹，忘了你家里的事了。云小姐手段堪比神仙，我都看着迷了，差点忘了正事了。我江州李氏，我王氏、钱氏、张氏，多谢云小姐出手相助。他让云小姐差遣，我等无敢不从。妈，你说我以后是不是站不起来了？你爸去找高人了，一定能让你站起来的。爸这些年找的高人，我见得多了，假的，都是假的。有救了，这次真的有救了。当家的，你是说真的？什么时候能治好咱儿子？今天，就在今天。爸，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谁拿你寻开心了？你是说按这个就能好？当家的，你……爸，我不想跟你开玩笑。这就可以了。儿子，现在看看你的双腿有没有知觉？爸，你可就别跟我开玩笑了，这怎么可能治好我的双腿？我认命了，是你呀！你这个臭小子！张崇山，你个老不死的，你想干嘛？你想害死我儿子？老婆，我站起来了，爸妈，我站起来了，我真的站起来了。当家的，咱儿子真的站起来了。那当然是了，这可是我三跪九叩在云小姐那里换来的当票，有了云小姐出手，你想不站起来都难。三跪九叩，爸，你一生要强，为了我就少给老子废话。只要能得到云小姐相帮，要我天天三跪九叩，我都认。对了，你稍作恢复一下，然后马上去第8号当铺当伙计，只要能够攀上云小姐的关系，前途无量。你是说我们儿子去当铺当伙计？你以为这事就那么容易吗？其他几家怕是已经行动起来了。儿子，听到了吧？是。怎么又是你？我家不欢迎你！等等，道歉。对不起，我为我上司的行为道歉。真的跟那个小姐说的一般无二？难道这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然后呢？我上次把云小姐的当票撕掉之后，那些碎片还在吗？那些东西我丢了。什么？李姑娘，我知道那天的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是我不该纵容她。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一定努力做到。求求你，看在我是一个母亲的份上，告诉我那些当票在哪儿吧，我给你跪下了。进来吧。这就是你们要的。怎么可能？真是好女婿啊！我当初没死那么碎，一定是你，你蓄意报复。再说废话，你就给我出去跪着！你们到底要不要？不要的话，请你们出去。要，林姑娘，你看我们在这儿拼行吗？
云小姐，现在3家的单子都回来了，就差江家的了。江家能不能成，要看他们的心够不够成。这张应该在这儿。这当票撕得这么碎，万一不是万一啊，咱们拼死拼活给他拼起来了，也救不回重生，那岂不是？你根本不知道云小姐那种神仙人物，她如果不给我们留半点机会，那当飘就会像当初陈氏一样消失不见。现在当飘既然在，那就说明云小姐给我们留了最后一线生机，快拼！爸，她即使有这个能力，非要让我们一块一块在这拼来消遣我们，我看她就是故意的。你少跟我说这些屁话！你愿意拼就拼，不愿意拼，你就给我滚出江家！重生是因为我的婚礼变成现在这样。要走你走，我不会走。好，拼！终于快拼好了，咱们儿子有救了。都累了吧？吃点饭再拼。谢谢李姑娘，我们马上就拼好了。等到真正拼好的时候，我们心里才踏实。对，快点！这怎么少了一角？怎么会这样？那有老鼠！你这怎么回事？怎么有老鼠？哎呀，废什么话！去把它拿来！这样你还惨了！你，跑哪儿去了？抓住他！抓住他！不行，妈最怕老鼠了，肯定抓不到。在这儿，找到了！都愣着干什么呀？快去关窗户！孙飘真的被风吹走，那重生就真的没救了。李小姐，你说实话，那天之后我恨死你们了，是你们让我娘走的也不安生。可是今天看到你们为了自己的亲人拼尽全力的样子，我心里的恨意减少了很多。可是我们还没完啊，先把你弟弟救活再说。谢谢啊。哎呀，怎么少一块？可能是刚才被风刮走了吧。那就都去找！在哪儿啊？找到了吗？
全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一角啊。爸，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刚那阵风，把那一角给带跑了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风是往我们这边吹的，门是关着的，风怎么可能把那一角吹走？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啊？可是我们都已经找遍了，就是没有缺失的那一角，这可怎么办呀？难道真的没办法了？这天真的要我玩吗？都怪妈妈不好，妈妈不该那天纵容他撕了这张当票，不然今天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都是妈妈害的你呀！妈，你眼泪滴到当票上了。反正这个当票他也拼不上，滴上就滴上。什么情况？哎，你看，当票缺失的一角在自动复原。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怜你不易，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儿有救了，我儿有救了！感谢袁小姐，多谢袁小姐不计前嫌，愿意出手。将士死后，愿听袁小姐差遣，如有违背者，天诛地灭。这袁小姐本就是神仙中的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在她眼中不过是弹指之间。好在重生有救了。爸，所有的事情皆因我而起，我和文宇愿意按照当票上所写的去做。经过这么多的事情，我也想通了，就当我们去赎罪吧。爸，我也愿意。辛苦你们，等当票之约结束，我一定让你们风风光光重回江家。明日午时，第8号当铺门口，带我前去出手救治你儿。谢袁小姐。瞧一瞧，看一看啊，听一听，站一站啊！营养美味的早餐，5元钱一份儿。老板，来份煎饼果子。好嘞，马上好啊。哎，这不是陈氏的掌权人吗？现在这是陈氏都没有了，还哪来的什么掌权人呢？来，老板，你的早餐。下次再来啊啊！爸，我咽不下这口气。我陈氏以前好歹是富甲一方，锦衣玉食，怎么现在吃上大米饭了？经历的这些种种，爸现在很后悔，你明白吗？只要我们能四肢健全的活着啊，我们还能靠自己的能力讨口饭吃，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啊！我都沦为圈里的笑柄了，我都没脸见人了。来，营养美味的早餐。那第8号当铺凭什么能定你的生死？你想要他一样的神力，能主宰这一切吗？你是谁？你在说什么？原来他的神力都来自于第8号当铺，在那里有一个令牌，只要拿到那个令牌，就能当第8号当铺的主人。哼，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哎，还不是我那老爹说什么第8号当铺救了我的命，让我听从第8号当铺的差遣。巧了，一样。我倒是要看看这第8号当铺有什么能耐，让我们家老爷子都谈之色变。哎，那不是江伯父吗？连他都毕恭毕敬的，这当铺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感谢云小姐，愿再给我一次机会，救小儿一命。我同他前去，你留在当铺。是。我操，好漂亮，从来没见过这么极品的女人。好奇。
奇怪啊，年纪轻轻就能让我们几个老爹无比崇拜。其次，美是美，但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距离感。这种感觉就像是，人家是仙女，咱们是凡夫俗子。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恭请云小姐。哎，我打算过去瞧瞧。我也去，我也去，走。蓉蓉，你怎么来了？你跟爸最近怎么样？啊，我们一切都好，不知道哥你怎么样了？你跟云小姐这儿有没有受委屈？爸让我来看看你。我也一切都好，云小姐很照顾我，还跟着云小姐学了不少本事呢。走啊，咱们进去聊。你先等一下，我去给你沏茶。嗯。有了这个东西，他云逸就会丧失神力，陈氏一定会再度崛起。相比较以前，陈氏清贫了不少，但总归是身体健康。爸最近身体怎么样？哥，你现在安于现状当他的仆人，可陈氏不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我陈氏必须再度崛起。蓉蓉，云小姐，你来了，还是多亏你。江氏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认我做养女。什么时候一起吃个便饭？香儿，去吧。云小姐，雨柔跟文玉已经脱离了江家，现在开始赎罪了。当票约定已经执行。云小姐，重生这几日的状况不容乐观，开始做那些疯疯癫癫的行为了。快上去看看他吧。他近况如何？自从上次咱们从李湘家回来之后，短暂的是恢复了正常。可是自从文玉撕毁那张党票，他又开始变得疯疯癫癫了，就像是回光返照。云小姐，重生他可不能出事啊！放心，有我在。让云小姐见笑了。我儿子犯病的时候就是会这样，意识混乱，做出些奇怪的举动。又是你们！你们让我死后也不舒服，我要让你们江氏不得安宁！邪妄退！他们已于你家里，给你焚香认错，你也该收手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不！云小姐，我儿该怎么办呀？按照这个去布置，我要为他净身驱邪。来人，一切按照云小姐的吩咐办。是。
江总，一切就绪。好，你下去吧。是。云小姐，请。放开我！我要你们血债血偿，这是你们江氏应有的报应。所有人不得靠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老公，你快看看重生，他怎么这样？将军云小姐，现在还不是信任他的时候，只有度过此劫，重生才能真正的重生啊！天圆地方，律令九章，如今下笔，天地浮躁。你儿子身上的黑气消失了。老公，我就说重生一定会没事的。天地无极，乾坤借法，法由心生，生生不息。醒来！他是醒不过来了，因为他已经没有神力了。你是谁？你在胡说什么？云小姐怎么可能没有神力？他所仰仗的不过是第8号当铺，现在令牌在我手里，我才是第8号当铺的主人，他自然就没有神力了。你怎么会有这个令牌？那当然要感谢我哥了，他现在可是当铺的伙计，我能有这个令牌，还多亏了他。云小姐，我求求你，不要阻拦云小姐好不好？让她先救活我的儿子，我给你跪下了。不可以！凭什么我们陈氏得罪他，要家破人亡，而你江氏却可以得到一次机会？你公平吗？你不公平。第8号当铺之主你做不了，那就由我来做。公平？你也配跟我提公平？一次机会，我给过你陈氏又不止一次机会，是你陈氏自己把我说的话置若罔闻，不当回事，甚至撕毁契约，这一切都是你陈氏咎由自取，又何来怨得了别人？闭嘴！你给我闭嘴！我现在是第8号当铺的主人，我现在要你给我跪下！你大可试试。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不是说得到令牌就能当上第8号当铺的主人，就能得到神力？现在是怎么回事？夜郎自大，你以为我的一切来源于第8号当铺？你以为拥有了令牌就能够凌驾于我之上？但你搞错了一件事，我的神力并非来自第8号当铺，第8号当铺是因我而存在。我好像听过，难道云小姐就是古书上提及的上古长生者，与天同寿，日月同辉？不可能！如果这是真的，那你刚刚为什么救不活他？谁说我救不活他？妈，我到底怎么了？这是重生醒了，重生醒了。而你坏事做尽，不知悔改，简直枉为人！枉为人？我承认你是有点本事，但是我枉为人，难不成你还能把我变成畜生？等了这么多年，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等愿意终身侍奉云小姐，还请云小姐收下我们。